来看这高雄凤山车头，伫2019年时阵完工启用，附近的这土地开发最后一户空前8年，即马总算是愿意搬走。市政府今日也开始拆除作业，要甲这车路拍互通，困扰民众真久的停车还佫接送问题，即马会当解决啦。 水车压水，怪手无形将听落来更调阿妈头背开。原本挡伫凤山车头走经路顶悬的楼仔厝，已经听甲剩一堆砖仔角啊。边仔新的凤山火车头，早伫108年完工，原底按算将车头四周边的道路连接起来，就是因规这间厝的住户无愿意搬，拖了8年外，一直到今年1月初6才搬走，2月才开始拆厝的工程。因为这个路没有通，就不会有动线，然后没有动线的话。 即使游客要来也不方便了，车子要什么都卡在那里的。原本我们是计划说，临停接送区啊，还有一个临停区，我们都可以移至南侧这个部分，那就不会有一些交通乱象的问题。走经路无法度拍通，影响上大的就是车头附近的交通。计程车、公车爱甲边仔的汽机车相济道路，上大欠点就是无临时停单区。民众载人接人，唔是违规停红线，就是徛起来人行道。高雄市交通局讲。 因已经有伫南边规划停单区，等个道路拍通了后，违规的乱象拢会当解决。因为这边的话，都是车子来往的地方嘛，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规划，让我们临时停一下，可以离开。凤山车站场边空间会同时配置小汽车与机车的临停接送区，那收纳原本曹公路的临停的需求。 拆除的工程会伫旧历过年前完成，你汽机车的临时停单区，都要搁耽搁规半年的时间。凤山车头周边的交通违规现象，伫短时间内也无法度解决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